电音三太子大家拢有看过，不过有一种电器形象，你可能都唔知影。这是少年艺术李玉生的作品。大身红仔身躯牵电火，看起来是真有气势。另外，李玉生做上济都是新名模啊。伊甲台湾特有种的元素加入去，和传统的民俗更较创新、更较现代化。大入门就通看到要3公尺悬的千里眼顺风耳甲反射将军，但是这和传统的形象无同，因那电火倒起来是愈有气魄。这是设计师李玉生的作品，伊过去定在做剧场的服装设计，自2018年开始慢慢转向民俗艺术，想要对传统当中去做现代化的设计。大神红仔，我小时候就好喜欢看啊！人去装红仔。家己整个较大声的，然后这也跟现代的就是攻壳机动队啊，或者是就是新世纪福音战士这种概念也很像。其中李玉生做上济的，就是新模，每一顶拢是用手工凹金线慢慢啊填的。新面的模啊有真侪传统的元素甲意义，伊认为这袂当消失，但是伊嘛毋忘加入一寡创新。像目前这顶放伫台北树林主含宫和妈祖加持的妈祖冕旒，伊就甲台湾特有的4牌加入去，互相定有伫合作的主含宫主委嘛正肯定伊的创新含对传统的尊敬。传统就伫咱台湾生活的有的物搁改现代化，让更多现代人也就是回头了解咱传统甲即马现代的一些关联。锤炼有9条，这是固定袂用咧变的，所以有遵守该遵守的古法有遵守。我嘛真鼓励少年的拢照步来一寡创新来阮这个庙宇使用，也是来配合注入一点新的活力。这顶冕旒未来要伫美国的实景节目参与比赛，毋望互世界看到台湾民俗的艺术展现。目前先放伫咧主含宫和妈祖加持，安装的展出到正月初3，庙方嘛欢迎民众做伙来欣赏。记者卢尚如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